What's up, guys? It's Linus, the Taiwanese who teach you Chinese online. I'm glad you survived your long flight to Taiwan. You must be tired. I imagine that you might want to check into your hotel and take a little break before you start your trip. I assume that you might have a few questions before heading to your room. Well, that's what I'm here for. 你有订房吗？你有订房吗？你有订房吗？嗨。嘿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有订房吗？有。那你订房的大名是？刘以晨。好，订房编号呢？7129889。您预约的时间是下礼拜6哦。不是今天。对，是下礼拜6。好。有附早餐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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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，我们早餐在2楼餐厅供应，时间是7点到10点。中式还是西式？我们中西式都有。这是你的早餐券，到时候再出示就可以了。不是早餐可以折抵房价吗？没办法，不好意思。可以叫我起床吗？可以叫我起床吗？可以叫我起床吗？明天早上可以叫我起床吗？没有问题，先生，请问几点？7点半。这么早你起得来？就起不来，才让你叫啊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那交给我。你要什么房型？你要什么房型？你要什么房型？请问你们要什么房型？可以给我们2间单人房吗？还是1间双人房就好。好啊。马上为2位安排。有没有接驳车服务？有没有接驳车服务？有没有接驳车服务？有接驳车服务吗？有啊，先生，请问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去看那个天使的眼泪加迷湖。哦，可是那个在台东哎，离饭店有很大一段距离。这里不是台东吗？这里是台中哦。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？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？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？请问附近有什么推荐的景点吗？我们附近有泡风酒吧，晚餐节很美哦。哦，那你几点下班啊？可以找你一起去吗？不太方便。You have mastered the art of staying at a hotel. Now go back to your room and take a good long nap. Adventure awaits you when you wake up. Sorry, bro. Can I get my money back? That was for the scene. 刘以晨，好，台积电的电梯再次。嗨。我们早餐在2楼餐厅供应，那是早餐时间是早上7点到10点。我们早餐在2楼餐厅供应，时间是早上7点到10点。中式还是西式？会不会讲太快？有点快。中式还是西式？我们中西式都有。Hello。可以给我们。我先。附近有推荐的景点吗？